乡亲啊，继续就来讲红龙果这个代志。台湾的红龙果要外销到日本，昨日喺台中开记者会，民众党的立委麦玉珍就台致辞讲一段话，互大家拢硬气。伊讲伊真爱台湾红麦的红龙果，30年前伊捌伫台湾切这个机关，早转去越南来取证。这个话一讲出，引发着大喊话，网络顶更加是互人骂甲扁，因为安尼做已经违法。 阁有可能会互台湾果农的技术来外流。麦玉珍今仔日出面来道歉，讲伊当时是毋捌，嘛是要提醒大家，毋通介意犯同款的错误。台湾红龙果，红龙果，一人挂一篮红龙果，庆祝台湾的水果外销。要不过，民众党的立委麦玉珍所讲出这段话，那时候很开心哈。 就偷偷在台湾呢切了好几段，包了很多，就包行李拿回去越南种这样子。听到这段话，民众拢讲起。麦玉珍家己讲，30多年前来台湾，发现台湾的火龙果是红色的，正奇卡嘛真好食，竟然偷偷早登去越南种，验过这个行为所有违法的记录。这个不宜了哈，这个。 违反相关的规定嘛？曾经有过这样子违法的想法，然后既然还在公开的场合把它说出来，代表他到现在已经担任立法委员了，还完全不知道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。农业部长陈俊贵也表示，不确定是不是在讲生笑，严格农民辛苦种植，都惊技术的外流失去优势。面菜顶馆警告真侪人咧骂，麦玉珍赶紧出面解释。我错了哈，所以希望大家就是不要犯现在的法律，还有就是那时候不懂得犯这个错。亲身道歉，讲当初时才拄来台湾，啥物拢唔捌，是想要用家己的经验提醒大家莫犯错。实际来比看卖，台湾的火龙果较侪是红肉，口感较甜，嘛较油，价钱较贵。越南是白肉为主，甜度不足，有当时也阁有臭青味，也毋过口感较脆，价钱较俗。 两种比类，台湾的品种也是较受欢迎。还要再改进，还要再学习，怎么样去讲出来的语言，让大家就比较懂啊。行为触犯法律，发言也出证据，未来敢会当更加谨慎，较袂搁再引起风波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